综艺天王吴宗宪到高雄开演唱会，特别邀请到郭文泰、王世坚甲韩国瑜同台来演出，是甲台下的观众人甲哈哈大笑。但是详细一个看，遮个人拢是仿的，拢毋是本尊。韩国瑜本人就坐伫台下，用行动力甲吴宗宪斗相挺。艺人吴宗宪伫高雄开演唱会，找郭文泰、王世坚甲韩国瑜共台。看一个真，其实这三人拢是仿的。这讲的韩国瑜市长坐伫台下，台顶台下有两个韩国瑜，画面真趣味。那呢演唱会应该唱倒一首歌。既然是宗宪的演唱会，当然是你想唱什么我们就唱。真的哦，但是我想唱《夜袭》。吴宗宪唱歌唱的曲是《红豆》。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夜色茫茫，去无光，天长和地久。所以吴宗宪送特一大麦鼓给韩市长。如传世的青花瓷，自顾自美丽，你眼带笑意。吴宗宪开演唱会有正地模仿表演，嘛提醒韩国瑜。市长，我跟你讲，你最好的状况是什么时候？你知道吗？刚刚开始要选高雄市市长的时候，把那个欢乐找回来，把欢乐找回来，这就对了。综艺天王的演唱会安排正地的模仿表演，无就是台顶台下韩国瑜的出现变成演唱会焦点。